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老奴拜见王后。大监不必多礼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王后以为老奴要说什么？芈月中毒，大王寻找摄局之人，因为臣妾是宫中唯一有对症解药之人，瓜李之嫌，难证清白。大王要臣妾担责，臣妾就担；大王要臣妾的性命，尽管拿去。王后觉得委屈，臣妾有口难辩。大王英明，并未轻易定案。大王禁足王后，派人封闭交房殿，也是为了谨慎起见。王后不管是否冤枉，但同样要提防别人栽赃陷害。芈八子身体康复后，了解此事，亲自破了和氏璧的迷局。他向大王力证，王后与此事无关，因此大王口谕，派老奴前来，撤了交房殿的侍卫。是芈月亲自向大王力证？正是。这怎么会？王后，这就是说，大王相信王后是清白的了。是啊。除此之外，老奴还有一句告诫。大监请讲。秦宫历来清静，既无什么秘制，也无什么神药，宫外不洁之物带入宫中，那就是惹祸的根源。人往往是先自侮，而后遭人侮之；假自毁，而后遭人毁之。王后还是要事事严谨为好。老奴告退了。多谢大监提点。王后，大监是什么意思？珍珠，随我到寝殿，去把我陪嫁的单子都给我找出来。陪嫁的单子一直是在玳瑁姑姑那儿，玳瑁姑姑去了也没来得及交代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不，今日就算是把交房殿翻个底儿，也得把那单子找出来。大监不是说王后没事了吗？王后为何反而要慌张起来？大监的话我听明白了，若是要大王彻底去掉疑心，就要把我从楚国带来的东西交代得一目了然。快随我去。是。一个朱雀衔环杯8个，青玉盘子3对，波贝螺2个，卷云纹4瓣团花鱼1个。大王，这是王后送过来的陪嫁清单。看来王后还是用心良苦啊。王后派人自查从楚国陪嫁过来的嫁妆，她下令让她的应侍们也都要自己清仓查库。芈月嫁到秦国时囊空如洗，就不用查了吧？是。但另外2个应侍，他们2个在楚国都是有点背景的。那个景氏，他的族兄好像就是楚国才子景差。如今他怀有身孕，不能辛苦。你派2个能干的去给他当帮手吧。是。至于那个孟昭氏，就是招阳老贼的。寡人怎么忘了？孟昭氏就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。
仔细着点，这些衣服和首饰可都是贵重东西，弄丢了一样，你们赔不起。王后不是让咱们自己清点东西吗？怎么来了这么多不相干的人？闭嘴！警视那边不也来人了吗？估计是怕咱们自己清点累着。夫人为何如此烦恼啊？大姐，我又不是王后，有数百车的陪嫁，就这么点东西，犯得着翻那么仔细吗？有时数百车的嫁妆还不及那1、2件小东西价值连城。大姐，您这是说笑吧？你们可找到什么了？大姐，你看，这是臣妾的家书。老奴要找的就是这东西。看来，夫人，你要跟老奴走一趟了。大姐，都这么晚了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孟昭氏，大王有旨，宣你问话。为什么？见了大王不就知道了吗？请吧。这些都是王后进宫后置办的，或是大王赏赐的东西。即便如此，也要造册登记，交内府备案。好。王后不好了，昨夜幕间奉大王之令，宣孟昭氏内府问话，一直都没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据说孟昭氏与魏国派来的奸细有勾结。这怎么可能？王后，莫不是有人要对付王后，从孟昭氏身上下手？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与王后怎么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事儿与王后本不相干，最好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叫祸不单行。我身上的罪名还没有洗掉，孟昭氏又出事了，躲是躲不掉的。去宣示殿。罪妇芈姝参见大王。王后这是为何？芈姝身为后宫之主，竟对身边应从勾结外人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一无所知，难逃失察之责，疏忽之咎，愧对大王的信任与嘱托，望大王责罚。此事也怪不得你。孟昭氏不守妇道，暗中与宫外匪人来往，挑拨是非，兴风作浪，这一切都是见不得天日，是背着人做的。而和氏璧一案，你也是侥幸，若中毒的不是芈月，就可能是王后。如此看来，王后也是受害之人。大王，姐儿，姐儿，给娘亲笑一个。孟昭氏死了，来，你先下去吧。走喽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听说孟昭氏是被大王给赐死的。孟昭氏也是可怜，我不信他有什么胆子要与招摇和公孙衍勾结。他的初衷也只是想在后宫争个高低位罢了。锦诗也跟着毁了。大王下令赐死孟昭氏，锦诗吓得当夜腹痛不止，孩子早产，生下来不到半个时辰就没气了。因为孟昭氏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这般寒冷的天气，王后竟粗麻素衣，赤着双脚到宣示殿去请罪。幸好大王明察秋毫，倒也没过分责怪他。
人在后宫，如舟行江湖，到处都是暗礁潜流。纵然自己小心，也难免会有翻船的时候。是啊，陪我去看看王后吧。王后，米八子来了。王后，已经是早春了，姐姐不要一个人总闷在屋子里，跟我一同去园子里走走。昨日刚下了大雪，冰封千里，哪里有春意？姐姐把心胸放开朗些，那飞雪不也是漫天飞花吗？可惜各花入各眼。姐姐，好了，上次之事，谢谢你在大王面前替我开脱。珍珠，去把我那件披风拿来，我也跟着八子出去透透气。是。姑姑，你看，身子这几天刚刚好些，就往雪地里跑，当心着凉了。你们两个丫头也是，让你们跟着八子，偏往那不该带的地方去带她。姑姑，都已经开春了，开春的风最冻骨头。哎呀，从怀继儿开始1年多了，不让骑马，不让使鞭子，不让见风，不让见雨雪，不让晒太阳，不让多走动，都不知哪样我还可以做。又不是姑姑要拘着你，你自己在鬼门关转了几回，转眼就忘了。所以呢，玉儿得抓紧，下一个鬼门关在哪儿等着我还不知道呢。呸呸呸！